澳門產品亮相新光。本屆中國亞歐博覽會設立澳門館，標誌澳門與亞歐經貿合作邁出新步伐。喺澳門喺新疆呢個土地入邊咧，設立呢個澳門館，當中其實我哋入邊咧又都邀請咗澳門好多官方啦。其實我哋着力係推動其中一個四大產業之一嘅中醫藥大健康。今次其實成立呢個館咧，當中除咗希望可以推廣我哋澳門嘅四大產業同埋人才引進，以及我哋相關嘅一啲產業之外咧，都可以將亞歐國家多了解澳門一啲情況咧，盡量可以對澳門旅遊啦。甚至去澳門投資啦，以及去澳門發展啦。咁呢個我覺得未來呢個作為我哋今次一個起點，作為工商界可以多尋找一啲出路。咁同時間我哋喺中醫藥出海呢個部分入邊咧，都希望可以透過澳門呢個平台咧，如何可以打造將新疆嘅一啲中藥材，甚至中醫藥，可以透過澳門可以走出國際。